大家平安。平安。你好，我叫李凯勋。因为我的台语唔是讲的就好的，所以我会接下来的见证分享，所以我用国语来讲，谢谢。好。那我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很自卑，就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人，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有点小紧张，然后大家人这么多，我就有点害怕，大家都看着我，然后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常常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群体中，我就会得到一个小小的自己属于我自己的小角落。这样我就会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安全感，然后就是看到大家就是走到一个陌生环境，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常常就是无法融入大家，因为我就是真的这么一个胆小的一个人，然后也是因为一直这样子下去，到了大学期间也是没有改变，像是我第一次到文化团契的时候，大家就是如此热情的欢迎我，就是说凯勋你好啊，欢迎你好，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怎样啊，怎样的，就是我就会说好，但是就是都不会去，要不然是大家假如说问我说你今天吃什么啊，吃面，大家问我说你今天喝什么啊，珍珠奶茶，就都去点人家，对，然后问我说要不要去哪里玩啊，我就说我再考虑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就是跟不认识的人讲话，就从小就有这个感觉。过了就是然后大一的时候有南巡这个活动，然后大家也很热情问我说要不要参加南巡啊？这个活动其实很好玩的，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怀抱中一起见证分享，我们一起传扬福音之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玩在一起。我就想一下，我就说不要吧，好像好累哦，对吧？而且我也是不熟大家，所以大一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的。还有过到大二的时候，我就是发现我自己就是真的就是要继续这样下去吗？就是要继续待在自己一个安全的小角落吗？还是要勇敢踏出去踏出去那一步？所以我就慢慢的加入大家，像就是我不会，虽然我就是大家在讲话的时候，虽然我就是一样会在旁边，但是我就会慢慢的观察大家看在干嘛，然后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点，就跳出来搞笑一下，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让大家笑，就是也慢慢这样子建立起对我自己的信心。于是就是大二的时候，我也认识了团契的一些人，像是燕琪、嘉怡，这大一我都是不认识的。大一后碰到他们，我都会就是逃走，就是不跟他们讲话，因为我也不熟他们，怕有点尴尬。对。然后大二的时候，因为我有认识的人在团契里面，然后他们也问我说要不要参加南巡啊什么。虽然我知道就是有点累，然后我也不太会唱歌，然后就是想说，这样有认识的人在这里，然后就进去一下好了，顺便就是看一下这个活动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在南巡的期间的时候，就是因为真的不太会唱歌，就被指挥修音修得很惨，对，就是音都唱有点不太准，然后就是慢慢也是有很多学长姐就是叫我说这个音怎么唱啊，怎样唱比较好，怎样才可以唱比较大声。然后，但大家虽然有时候就是做错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被骂，就是很凶的那一种，可是就是，但是大家也不会就是对事不对人，就是我们做的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一起互相鼓励，互相聚在一起，然后互相拥抱，就说你们都做得很好。对，然后第二大二参加这个南巡，就让我感觉说，在这个团契真的是有一个像家一样，就是第二个家，就是对，因为我是桃园人，然后我是北上来台北读书的，所以我到那边也是有点不太熟，就是有时候就是大一的时候就常常回家，
就不会带团契。然后过了大二之后，就是发现真的是我第二个家，就慢慢的就带团契就不太常回家了，对，然后跟爸妈也就是打电话要钱，对，就不太会回家里要钱。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因为我就多了一个打工的机会，所以就有打工，然后因为打工的关系，加上课业，然后我也慢慢的无法就是调配自己在团契的时间，就是有时候上班都要上到很晚，到11点，然后回到山上的时候就已经12点多了，因为那时候就很累，因为那时候就是会懒得去团契，就是好累哦，我不想去，想休息，然后明天还要上课什么的。但是就慢慢的有一团契也慢慢的就是也没在上礼拜，因为礼拜六上班，然后礼拜一休息，有那么好的难得的休息时间，就干脆睡到中午好了。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大三期间就想说，就是我这样就是已经慢慢远离了，是这样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就慢慢调配自己，就是假如说我上班11点下班到山上，我还是会去学社看一下大家，然后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过1点2点再回家，就是慢慢这样调配，也慢慢在接近大家，只是主礼拜我还是没有去上，然后也是这样子慢慢。然后也是因为我是去南学的早老师会长，就是我有很多的压力，就是也慢慢的就是真的有一点慢慢脱离组的感觉，就是在大三这个期间真的很让我很艰困，就是有很多的压力，就是其实南学的时候期间，我其实逃避了很多东西，我逃避很多东西，然后我其实都整个逃避掉，然后这样可是大家却还是很帮助我，然后就是虽然我逃避了，然后做出很多事情，就是大家还是很愿意的帮助我，帮我用一些东西，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很抱歉，抱歉，这也是。等下回去再唱。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其实我真的逃避很多东西，说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就想说干脆就不要办的想法，还是然后不行，最后还是虽然我还是有做很多事情，然后东望西望之类的，但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就有这种帮助。对，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我的见证分享。对，谢谢大家。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嘛要讲是因为我的台语讲嘛袂认真，所以等一个分享的时候，我要故意来对大家进行分享。我是文化大学光电物理系的1年级，我叫赖国浩。我相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被家人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被亲戚朋友问过说以后要做什么，或者是大学想读哪边。那个时候因为是小时候也不太懂大学是什么东西，然后大学之间有什么差别，所以然后又听说什么台北的学校都什么很好之类的，所以我就说一个当时候最有名的嘛，就是台大，因为大家都一定会想去嘛，那么好的学校不会有人不想去。然后之后随着时间吧，然后就慢慢的忘记了以前说的这个算愿望。然后在国高中的时候也常常被问，然后也是一样的答案。但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比较混一点，然后读书就没有读得很好，然后考大学的时候的学测就没有考得很理想，然后就想说在指考的话可能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然后就考了指考，然后结果考得比学测还更差，原本的学校都没办法填，然后就只好填了一些分数比较低一点的学校，然后结果
原本以为可以上东海，因为我考的成绩差不多都是到那边，结果他那个分数比去年的更高，跟那个大数据的分析差了特别的多，所以最后就来到了文化大学。然后因为小时候的愿望是在台北读书，然后在后面就开始忘记。然后当我收到入学通知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可以来台北读书的几率是非常小，因为台北的分数大部分都比较高一点。原本的话应该都是在南部那边，结果南部那边的都没有上，就跑来台北，然后让我非常的吃惊，因为小时候的愿望竟然实现，虽然没有到那种特别好的大学，但是还是来到了台北这边读书。然后我会来到团系的话，主要是因为我是住在学社，就是长老会的那个青年学社，然后因为条件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去参加团契。然后参加团契的时候，一开始我就比较不太喜欢跟别人讲话，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东西。然后团契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学长姐就会主动过来跟我们搭话，然后也就慢慢就比较聊得开一点。不会像原本的团契就有点科技冷漠，还是大家各划各的手机这样，主要就只有辅导会来跟我们讲话。然后这个团契呢，让我有一种在台北有一个家的感觉，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亲切活泼，然后讲话的时候，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攻击，但是还是带着玩笑的感觉，让我们可以就是像家人一样这样，可以交流，然后也不会就是那种阿谀奉承这样的。然后这次可以来到南学，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邀请我来，然后我也刚好没有死，然后我就参加。然后因为听说大家都觉得南学的这个活动会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就想来体验一下。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都没有到很晚睡，但是随着时间慢慢往后推，开始就到2点啊、2、3点这时候才开始睡觉，因为我们要做一些练习的检讨。然后还有一些演练的东西，所以都会拖得非常的久。然后非常感谢上帝可以让我来到这边，可以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头前2位拢讲华语，所以我一定爱讲台语啦。好，大家平安。我是文化中心团体辅导叶碧志。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到遮尔有历史意义甲价值的淡水教会来做我的信仰见证的分享。自细汉我就是一位基督教家庭大汉的囡仔，到这时已经是第5代的基督徒。伫咱长老教会内底有一段提醒，我相信在座若是时代应该拢有听过，就是俗语咧讲1代兴，2代盛，3代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咧，5代就是声名满厝经哦。但是感谢主。到伫现在，阮兜阁还袂有出现即种声名满厝经的现象。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讲，就若亲像逐工咧数的空气一样，是足平常的代志。礼拜主日的时阵，就像我阿嬷定定咧甲我讲的，你就是爱穿得整齐，到教会来礼拜，安尼才会当讨上帝的欢喜。当我阁伫青少年的时期，常常拢会听到人甲我讲，儿子，你是第5代基督徒，相信你一定足有恩赐，但是你一定足热心服侍。一开始我真意外听到即款的学论，认为这一定是我伫个基督教家族成长的关系，才会当有遮个恩赐以及服侍的能力。但是当我家己大学到伫花莲东华大学，伫遐嘛参与伫中青团契。我才慢慢开始了解家己的信仰到底是爱生做啥款。大学4年是我信仰转变上大的时阵，除了查经信仰的装备以外，我犹原会记得我的大专辅导捌甲我讲过一句，
用性命来影响性命。所以，当我伫大学的时阵，除了团课，也真甲同伴来关心无共款的社会议题，也是普世性的信仰活动。伫我大学3年的时阵，我拄好有一个机会，会当伫我家己住的所在来接待外国的旅客。伫遐，我会甲遮个人来交流分享我家己的文化、信仰以及生命的故事，以及逐款无共款的议题。透过参与伫中青团课以及接待经验，互我体会到即个世界的多元以及信仰无共款的面向。毕业工作了几冬了后，我感谢主，互我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会当伫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服侍。特别是甲即群青少年、青年人来聚会、来同工，将我过去伫中青团课的经验，也是我家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互搁较侪的学生。总是面对着遮个少年的世代，我嘛拄着侪的挑战，以及学生态度的无共。但是我犹原相信上帝稳定教育，互我有机会会当服侍，嘛互我伫无共款的所在看见合一的可能。无论是伫个大专学生中心的服侍，也是伫个地方教会也好，透过甲辅导牧长的交流，才慢慢去做我家己的信仰价值观。中青团课的经验嘛，互我知影，信仰的追求是独独家己甲上帝建立信仰关系。伫这信仰的路程，透过祈祷、灵修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有时不免会弯曲歹行，但是无论是第5代也好，也是第8代也好，我相信每一代都应该是爱甲上帝建立信仰关系的第一代。我嘛相信温柔的圣神，就是咱今仔日的题目。温柔的圣神，毋是拢歪管，反倒是会当伫咱所无教育，继续互咱温柔以及坚定的气力，来显出上帝的荣光甲见证，伫咱每一个无共款的信仰群体。最后，我想要来分享一段圣法兰西斯的主祷文，祈祷文，讲主啊，互我做你和平的囝，伫怨恨的所在，也落你的疼；伫受伤的所在，也落你的赦免；伫犹豫的所在，也落信心；伫绝望的所在，也落你的毋望；伫黑暗的所在，也落你的光明；伫忧愁的所在，也落你的欢喜。分享互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愿咱无论伫个生命啥物境况，拢会当继续来相信这温柔的力量，也对上帝有信心来活靠。我的信仰见证分享到这，多谢。